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的国歌法伫咧6月12正式生效，但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反送中运动包围立法会满1周年的日子。昨暝有大批的香港人是伫咧真侪所在聚集，不过香港的警察却是以防疫为理由，讲这民众违反限制聚集的法令，甲因拢赶走。现场至少有35个人去互抓起来。摕到去年抗争的相片，暗时真侪港民响应网络行动，伫几路所在集合，纪念612反送中包围立法会满1年。因讲真侪防暴警察到场，以防疫违反限制令，几路便也拿旗警告，强势驱离民众，并且逮捕几路为示威的香港人，包括立法会议员柯志芳。对此，香港民间团体批评港警暴力逮捕行动，敢若是戒严，香港人民的自由被吞下。伫台湾的香港人加台湾的挺港团体，在伫咧立法会办千里送家书特典，有流亡在外的香港人无法度寄回去的批，要伫香港的母亲写予流亡的後生。我好希望有一日我係可以同你喺一個民主自由嘅地方，我好想再食你煮俾我嘅飯啊！因為有很多人的幫助，台灣走到今天，香港也一定可以走到屬於他們自己的民主的未來。所以我相信剛才這位港人、香港朋友的這個期待，我相信是一定會實現的。陸委會批評中共霸權的本質是造成香港總統的變數，政府嘅香港領導援助行動專案也已經被完成。台灣作為亞洲的民主堡壘，將盡最大的能力與努力，與香港民眾站在一起，支持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英國政府是發表香港問題報告，講正擔心香港嘅局勢，也希望中國重新考慮港版國安法嘅立法。若是堅持要立法，英國嘅放寬國民海外護照 BNO 政策，提這種護照入境1年就當申請真濟英國公民。英國港府回應，這份報告內容偏差，他國政府無權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記者綜合報道。台灣一年一擺的大代誌，大甲媽遙檢活動，即陣也閣佇咧舉行。在鎮南宮的董事長顏清標12透早5點掛，是佇咧沙鹿的服務處接駕。即陣因為防疫無開放好善男信女兩橋卡，但大甲媽的亂橋拍算佇咧今仔日中晝會去到中華，下晡若準講攏順時會通過民生地下道，估計今日暗時就會駐駕佇咧雲林西里的復興宮。透早5點，鎮南宮董事長顏清標就佇咧服務處聽候媽祖的亂橋，前一陣仔才打做換肝的手術，看起來是有較消散淡薄啊。不過，要是堅持要親身迎接大甲媽。亂橋到位了後，佇咧服務處小休一下，咱若信徒是真熱情，把握時機軟橋卡。顏清標講，永年起駕了後，差不多中晝才會行到台中海線，今年比永過還佫提早3點鐘。另外，為着防疫，嘛佇咧宣布起駕了後，3天內開始示警，就是希望會當控制人潮。你那時候去人就出來啊，人咧因有較急啊，所以人維護全家。廟方表示，因為考慮到防疫優先，信徒若是要對大甲媽示警，就要逐工報道甲徛名。若是無法度來的，只要用虔誠的心，就算看網絡直播，媽祖也是感受會到。咱若即屆，因為顏清標無法度專程參與，是由因後生顏寬恆甲查某囝顏麗敏來呼叫。今年速度較緊，中晝就到中華。我剛剛緊急被通知到說已經快過橋了，所以我就很緊急的趕過這邊來。才過道，亂橋就已經到台中甲中華之間的大渡橋。今年為着防疫，亂橋行煞的時陣無開放軟橋卡，參與的信眾嘛比往年減真濟。王惠美嘛是接到消息才緊趕來，因為行程攏真順利。亂橋佇咧尾仔嘛5點10分，就到中華的民生地下道。因為這次的疫情，大家都不會擠在一起嘛，哈。啊，較袂燒氣，大家攏講你呢，緊來行才是對，哈。好，是啊，頭一屆佇光天化日過地下道啦，吼。對。往年攏是半暝11點才會到民生地下道，今年提早5點外鐘，而且警方是規路護送，邊仔還佫有快打部隊，預防搶橋發生衝突。大甲媽的亂橋，今年是頭一屆佇咧天還未暗的時陣通過，過程無到3分鐘，而且真罕見無出現搶橋或者是發生衝突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
关心政治的消息，中选会伫咧6月11日下晡公告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通过，而且讲高雄市长改选作业要宣布伫咧8月15日来举行。行政院也宣布，所落来要接代理高雄市长职缺的人是高雄市政府的参事杨明洲。今日透早10点就会正式宣告接。罢免韩国瑜的分了将有在这时阵结束。中选会打出公告，确定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同时也公布高雄市长的补选日期。补选日期定于8月15日早上8点到下午4点来举行。行政院随后也召开记者会，讲在下晡5点，苏贞昌院长问过高雄市府参事杨明洲的意见了后，杨明洲愿意接下代理市长这职务。院长期许他呢能稳定市政，办好补选的选务。杨明洲参事呢也向苏院长表达他愿意全力以赴。杨明洲在1984年进入高雄市府任职，在淡桥担任市长时是副市长。韩国瑜上任了后，想要注重伊的工程专业，任为秘书长，随后改任参事。在市府经过9任市长，有36年的市府经历，对市政真熟真了解。杨明洲在接受访问时也展现务实的个性，表示首要之务招商稳停，重大建设也不愿予伊中断。人武产业园区的报编。这个都涉及到土地的提供，那还有我们的荷花园区怎么样去招商、总咨询，我们一定非常的乐意接受我们议会的这个鞭策跟议会的监督。13早起10点，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会进行监交。杨明洲也表示，会甲56000多名同仁合作，让市政继续运转。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卸下职务头一天，由原伫走地方公祭行程，被问到下一步，伊原是无表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先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苹果日报》。总统蔡英文就任以来，头摆针对健保制度做出调整，针对医疗器材自费的这部分，健保给付了后无够的金额，民众就爱夹出。蔡英文是伫咧面册发文，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爱和各界来讨论自费的上限。再来看《中国时报》，疫情当后，国内有真侪展览拢恢复举行，不过咱也是继续伫咧管制边境。对海外来的厂商拢无法度过来台湾展示，但全世界第2大的电脑展——台北国际电脑展，即马确定取消，无要办啊。来看《自由时报》，联电去防指控涉嫌侵害美工营业的弊案，台中地方法院审理2年多，昨判联电1亿的罚金。主导这案的联电协理杨乐天是去防判6年半，而且并告罚金500万。再来关心健保的消息，健保署这阵针对民众较常用的8大类爱家己开钱的医疗器材，定出出钱自费的标准，引起医界不满。卫福部长陈时中11是亲身对外说明，讲现此时大家爱思考的，就是这定价敢有合理。但总统蔡英文是要求苏贞昌和陈时中爱赶紧找医界相关的人士开会讨论。真侪白内障的患者会选择自费来换人工水肢体来改善视力，毋过共一个医材伫咧无共医所的计数是差真侪。为了改善收钱的状况，健保署进前公告针对8大类352项的医疗器材，定出民众差额负担的紧绷，也就是伫8月份开始，要到啥医材拢爱降价，想袂到引起医界的不满。假如说一个40坪的房子，它在南港，它跟在天母，或者说是在这个桃园，那你现在跟他讲说，我们一样都可以卖一样的价钱，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针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长陈时中佮亲身出来说明，这项新的制度拢经过各医学会讨论了后，才研究出来的结果。若是医改会是表示，健保署愿意管理自费医疗的收费问题，值得肯定。毋过收费的情况必须要提出更较侪论述证明。另外一方面嘛，烦恼讲，这套是必定的介绍政策，可能会造成好的医材无去。健保署应该要提出更细致的数据分析，或者是临床实证，将这些东西公开透明，并转译成让
民众比较能够了解的一些资讯，这样才是确保医病双方权益最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现在定的价钱都是留有一定的一个利润的空间在里面哈。那当然啦，如果真的有厂商觉得不服，要来跟我们讨论，他提出证据，我们都可以再提会讨论的。因为健保新制引起争议，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人面前发文，下令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爱依各界意见来进行讨论。若是健保署拜六下晡嘛邀请各医学会佮开会讨论，由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主持。若是新的制度敢是照常8月份开始，健保署强调讲，爱等会议结束了后，再个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防相关的消息。国防部证实讲，昨透早中国出一台机型号做运8的运输机，飞入来咱台湾西南海峡的防空识别区。当咱的空军是出动战机来应对，这台运输机伫咧咱的空军公布2摆了后，驶离开台湾。当昨下晡，美军是派一台军事用的空中加油机，编号 KC-135，去巴士海峡驶来驶去。学者就分析，讲这是美国派来要监控中国伫咧海南岛的军事演练，希望会使有反制的效果。第12世纪，中国一台运8运输机伫台湾西南方海峡进行飞行训练，不进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 ADIZ。咱空军侦巡机第一时间发现放送距离。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基地，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经过2遍放送，中国军机飞入咱防空识别区，国防部也讲拢有掌握信息。另外，12下昼，美军一台 CK-135加油机也出现伫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先向西飞向中国，搁向东飞登去乌基纳华的加索纳空军基地。学者讲，美国可能掌握中国最近伫咧海南岛的武器试射行动，伫咧做监侦反制。解放军部署很多新的武器装备嘛，那这些新的武器装备，你平常他要去演练嘛，他才能够很熟悉嘛，所以那这些东西，美军他也想到，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演练这些装备，他的新的作战的战法。对中国伫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活动，造成两岸局势紧张。美国参议员霍利提出台湾防卫法草案，以阻止中国帝国主义，确保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维持美军阻止中国武力犯台。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且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要定期向美国的国会提交报告，以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义务。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透过立法等方式，就台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表达正面友好的立场。学者也认为，美国安尼施做，除了表示美国国会担心中国的势力介入台湾，国家美国国内反中的声音提悬，转变做动静台湾，和咱相关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维持治安，也看顾咱人民国防这边的实力，警政署是编买2000万的预算，用反恐怖攻击的名义，头一摆向美国买一台装甲车，未来会配合专门替咱维持治安的特勤队。除了会伫出现各种打击犯罪任务顶悬，伫咧国内各种反恐怖攻击的演习，拢会使看到这台装甲车的形影。歹人甲人质掠去，想要开车逃走，铁甲车随到现场，阻挡伊的路。迄若歹人又能是催泪动去，不过铁甲车要是无幸害着。装甲车拥有极高的性能，使歹徒无法冲撞。特勤人员随即还击。铁甲车甲门踢开入去，特勤部队全副武装做攻坚，顺利压制嫌犯。警政署再去做轮式铁甲车的观摩演练，由义安特勤队做情景的操演，展现铁甲车的机动性、运送甲防枪器等等的功能。过去是因为我们有碰到一些暴徒，只有强大的火力，那我们必须向军方借用那个装甲车。不过那个对于警察的战术是不太适用的。这台轮式铁甲车会当阻挡12.7厘米机枪的枪支，增加的规格还佫达到军用的防地雷的等级，甚至伫咧车内底还佫会当做反击。一枪就随拍着歹人，铁甲车身有安几下的枪口，会当互特勤部队伫咧车内底，就会当做射击的任务。另外，车内底是真快，会当一概载10个特勤队员。让各县市警察局各外勤的在逮捕要犯或是面临恐攻的时候，这部装甲车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安全的装备。
警政署以反恐的名义编列2000万的预算，甲美国买特种铁甲车发予义安特勤队来使用，强化特勤人员出勤的生命安全。未来这台专业的铁甲车，除了执行打击犯罪任务以外，嘛会参与国内反恐操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关心台北文华东风酒店加200多个员工是头路的这案。台北市劳动局在后礼拜一会找厂商机构来替这个员工找新的头路。根据统计，台北市今年正月到5月已经有23000多人无头路，甲去年同一个时间比起来增加4成。台北文华东风酒店大量解雇207个员工，毋过无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提早60天预告，顶日起用积极违法。毋过台北市劳动局以自遣费比劳基法较好来做理由，无要追究责任来处罚，而且佮斗相共找其他30间饭店、餐厅等等企业开工作亏，承接失业的劳工。还有我们饭店业者现在都疫情都回温了，国旅都回来了。那大概4月底到现在，我们已经回来3-4成左右，也释出了我们的防务人员跟外场员工，我们大概会增在5-6位到10位的左右。原则上第一波我们是先针对我们在年底这样人力需求，然后大概应该是10位左右的。好，那预计到明年2月我们新的据点的开设，好，那预计我们会需要大约20到30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好，所以总计会有大约40位的。包括 W 饭店、美伦商旅、正爱会馆、寿司郎等等的厂商，会伫6月15后礼拜一，直接去文华东风酒店的宴会厅来引人。疫情解禁，婚宴餐厅上阵下半年，业绩就会反弹欠关，到时阵会需要来外场的人力。毋过受到疫情大发生迄当阵正惨的日子，也在伫咧劳动局记者会面顶挡袂掉，讲甲后更甜。2月份的春酒基本上在90%以上都退订了，都退掉了。然后等到疫情让大家一般消费者意识到说疫情可能没那么快结束之后，喜宴部分我们等于3到7月的喜宴客人，基本上也是70%-80%的客人都选择延期或退订。交通部补助观光产业来办培训，婚宴餐厅目前的收入就是先考培训课程的场地借用费。预计到9月份开始，才会开放婚礼宴客使用。若是劳动局统计，台北市1月份到5月份，超过23000多人失业。若是大量解雇劳工的，更毋若文华东风。大小餐饮总共有16间，超有620个劳工去用大量租客。台北市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比起来，差不多增加要4成。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海军敦睦舰队的官兵集体烧毁这件案件，国防部伫咧12下晡公布调查结果，拢总17个人有违规失职，其中海军司令刘志斌因为无做好督导的工作，记过1摆。敦睦舰队的支队长陈道辉，也佫有男子部的指挥官高嘉斌处分上届当，去互记过2摆，主本去互调离现职，即马是佫转来做家己的工作。国防部对海军敦睦舰队案件公布调查结果，讲17名官兵有违失情形，其中一个已被调离现职的男指挥部指挥官高嘉斌，甲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顶处上当。海军司令部的上将司令刘志斌，他因为督导不周的指责自行处分，奉总统核定记过1次。记者会中宣布顶处的17名官兵名单，其中特别讲到高嘉斌在舰队航行期间无指导官兵，加防因此为纳入联合安检计划中，更加伫舰队入境回港时无落实检疫规划。陈道辉是知影官兵发烧就诊无如实汇报，2个人被记过2摆，不过第10日恢复本职。联合安检，它是防止疫情进入国内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在于这个计划准备、实际执行上面，的确有产生了疏漏。国防部也讲到，当时官兵在回港检疫时无落实规定检查，甚至有官兵拢偏无备，健康声明书却是乱写，拢用假关。对到这摆疏失，国防部提出改善方案，并且强调未来配合疫情指挥中心，严格执行入境检疫，避免相反情形再发生。整个联检的计划几乎是照抄，没有把防疫当重点。应该苛责的是指挥系统的这些指挥官、支队长。他们要负照顾官兵的责任。李鸿蔡英文总统命令调查几个案件，行政院政务委员是讲，看到调查结果真艰苦，对着国军出现真侪缺失，真无法度接受。同时批评国军免以经验不足当作借口，强调国军对规划执行到监督全部拢有疏失，国军应该好好反省错误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美国弗洛伊德事件所引起的风波，即阵也搁伫咧世界各国伫咧传，真侪人对有种族歧视的动向是拢甲拆掉，包括纽西兰一个殖民时代的海军指挥官的动向，也搁有英格兰创囡仔军兵的拜登堡的人像，但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也去互破拆，民众搁甲即个人像的头扑落来，希望即种充满种族歧视相关的代志会使莫搁发生。纽西兰汉密尔顿市12个英国殖民时代海军指挥官约翰汉密尔顿的铜像拆掉，市府最近接到真侪爱拆除的要求，在地毛利族的部落表示，这个雕像象征文化冲突、种族压迫。另外，这个城市原本有毛利语的旧名，不过后来以伊的名甲旧名改掉，部落想要甲这个名佫改倒转来。也若汉密尔顿捌伫咧1860年代，伫咧纽西兰战争的期间，杀死真侪毛利人。We were already aware that many people find it culturally offensive. At the same time, we've been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Waikato Tainui. We were made aware of a credible threat to Captain Hamilton as a result of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arch on Saturday, and we had to take swift action to protect the public. 美国弗洛伊德的事件，即马拖到英国，涉及种族压迫，或者是无平等相关人士雕像的保存甲废除。英格兰南部的城市普洱，要甲伫咧码头区的英国普尼战争英雄拜登堡的雕像搬走，所落来讨论要安怎处理。也若拜登堡嘛是世界童军运动的创办人。不过有学者批评讲，拜登堡是支持种族主义的观点，而且是希特勒甲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另外，航海家哥伦布伫咧美国麻州波士顿的雕像互斩首，也若伫非洲迈阿密的是互破邮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伫咧教科书内底拢是去互学了。不过嘛有史料认定讲，伊其实是促成美洲原住民种族灭绝的凶手之一。也若同款有意大利血统的纽约州长古默是支持保留雕像。I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about Christopher Columbus, some of his acts, which nobody would support. But the statue has come to represent and signify appreciation for the Italian-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New York.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找集社配合国会山庄管理委员会，呼吁甲华府国会山庄11个纪念南北战争期间主张黑路的南方联邦领袖的雕像刷走。伊表示，替种族主义的人立雕像是侮辱追求美国民主自由的理想。也若英国布里斯托市府11伫咧港口，甲17世纪一个英国的大生理人科尔斯顿的雕像糊起来，伊是靠卖乌路趁钱来做慈善事业。雕像伫咧初一风车落水，官员表示，所落来甲雕像刷去博物馆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但即阵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巴西是拖甲真严重，即阵染病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80万人，死亡的人已经超过4万。当地民众是去真出名的科帕加巴纳海埔挖100个墓窟，采12个代表地被过身的人，希望向政府表达因的抗议。新冠病毒疫情在巴西愈来愈严重，连续几天健康的病人拢超过3万人，或确诊的人数拢总超过8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万人，加入美国以外疫情上严重的国家。有抗议民众就伫咧纽约的科帕加巴纳沙坡挖100个墓仔埔，采着12个代表为着病毒过身的人向政府抗议。Manifestação aqui hoje é para que a gente lembre, cobre as autoridades uma posição firme e de autoridade, porque as autoridades estão agindo como crianças, infelizmente. Mas a gente quer que elas ajam como autoridades, para que essas vidas, mais covas não precisem ser cavadas, para que mais vidas possam ser preservadas. 这是抗议人士的行为引起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不满，认为公共的山坡不应该办这款示威，大家12个杀过倒。另外一边是有支持抗议的人，重新把12个采起来，双方搁插一刷去冤家。Meu filho morreu com essa 25 anos. Tá? E esse tá de palhaçada aí. Tá? É palhaçada sim. Respeita os outros. É uma manifestação dos outros. Tem que respeitar. Então é pública, eles têm direito também. Ninguém suporta mais isso. Querendo terror. Isso é terror, isso é bobagem. Bom. 虽然疫情伫巴西继续拖，部分城市包括里约加圣保罗已经开始放宽限制措施，温泉商场重新开始营业。店家除了规定入去商场爱全程挂水盒，嘛提供消毒酒精替消费者磅体温。这嘛是今年3月以来商场头一届恢复营业，所以吸引真侪人去踅街。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
下半晡的天气如何？咱带乡亲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25度到36度。东部26度到35度。再来，伫咧金马平湖26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蠓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蠓。蠓汉字写作蠓，罗马字写作宝昂蠓。蠓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作蠓。蠓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蠓仔内面会胃日本脑炎的3斑家纹，会胃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蠓，家纹嘛有人讲是厝蠓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蠓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蠓仔，煞好一个蠓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宝地，饲蠓仔，树人会。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蠓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虫死了了，变无蠓。甲蠓仔囝活的空间清调，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蠓。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蠓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蠓仔号名，像杀蠓仔的蠓仔水，熏死蠓仔的蠓仔香，阁有赶蠓的蠓术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蠓术啦。伫天顶咧行，所以野蠓术啊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蠓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蠓，来甲人讲莫伤厚话。溜蠓、乌尾、水鼠、野蠓术啊行云顶，互蠓仔脚踢着，点点较无蠓。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交积水的脚桶哦。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